好听。你可以点个翻译嘛，好好听。我在讲中文呢，不是在讲神仙话呢。北京话。接下来时间很快的，我们要带来上半场的最后一首歌了，然后唱完我们就回去了。没有飞机的。好，这首歌要叫那个一个人唱，请他出面跟大家说明一下这首歌。I am Eagle， 我是老鹰，就是我们的神山村梁朝伟。错，神山村唐本刚。我不是梁朝伟。我要打手鼓。各位有听过一个明星叫做郭富城吗？我用这个外号已经28年了。哇塞，果不其然。好，接下来这首歌，我先自我介绍好了。哦，因为上半场嘛，一定要把握时间自我介绍。我的名字叫老祖，我是台湾的原住民罗凯族，然后是来自屏东县五台乡好茶村，第405巷16号2楼。我住2楼，因为我爸爸住1楼，我跟他分家。我操！太疯了吧，这家！因为我现在还在叛逆期。开玩笑，不要当真哦，但是要认真。这首歌叫做……为什么看到有听众的表情是很狐疑的感觉？有没有在挨什么？你们都是国语，为什么一定要挨这样子？不告诉你。想知道吗？跟我们到楼下，但是要记得带米酒。放2颗方糖。我知道你们的500块都还没有用啊。交给我们嘛。什么来着？所以我们相信郭富城是原住民，因为他第一首专辑就说明前面他唱对你爱不爱。有没有哈？这做的太冷静了。真的，他去年有来认祖归宗啊。他下次提醒我去台湾久一点。但是我奶奶说我们卢凯族没有这一招。不要乱讲话。好，我们上半场就到此结束了。我们已经唱完了，谢谢大家，谢谢。谢谢。很开心可以到，真的是很开心可以到台北唱歌了。最近真的也是很常来台北撒野一下这样。对啊。好，来唱一下我们部落传唱的歌曲。这首歌就是部落流传下来的歌曲，不是我们创作，但是我们来协同把它改编这样。这首歌是卢凯族的勇士歌，叫《四个傻姑阿迪傻姑》。翻成中华民国的语言就是4个山姑。2个香菇。4个山。是吗？1斤多少？现在是算2个。是哦，因为台风的关系嘛。到底要不要唱这半夜？好，给我们多一下时间嘛。真的要尊重一下鸟类，好不好？鸟类都是保育类。4个傻姑。好，讲到2种动物，一种Circus 就是我们卢凯族讲的准的意思就是比较小的老鹰另外阿利喜就是在说比较台湾最大的老鹰就是雄鹰这样，然后原住民卢凯族在形容自己很有矫健的身手啊，然后或者是很勇敢啊，都会说自己是老鹰啊，自己是老鹰的这样，然后我不知道怎么解释，就是老鹰的老鹰了。然后我什么时候会唱这首歌呢？就是当我们去出草的时候，我们去拿人头的时候回来，然后我会报战功，我就像老鹰一样，我可以拿猎物回来，我可以保护我的家乡，这样子就是会唱这首歌，4个傻姑阿迪傻姑。好，我们现在就来唱一下，看看我们有没有拿人头的感觉，好不好？好。麻烦老师灯光微亮，谢谢。等一下，台上会有7个头，吓死我的眉毛。麻烦请报警。灯光不能害怕，抱歉。再怎么亮都只有5个头，因为我的头永远都照不掉。还有呀。好了，赶快了，已经超过12分钟了。
谢谢老